大家好，我係阿比，今日就講7月遊戲短評同感想。今集主要介紹4隻 game。首先急不及待咧要介紹上個月我覺得最有趣嘅遊戲就係 Station 4太空隕落，一隻隱藏身份類嘅策略遊戲。主題好似之前紅極一時嘅遊戲 Among Us 咁樣，太空狼人殺係好歡樂。遊戲背景咧係講一堆各懷鬼胎嘅人咧喺隔15分鐘之後就爆嘅太空船入面掙扎求存嘅故事。咁遊戲個文字量都多嘅，好難一一全部去解釋啦。咁主要講佢重點嘅玩法。遊戲開始前咧，每人隨機分發3個角色，玩家按手選擇一位角色，另外2張咧就調轉放，用意係代表自己真實嘅身份係呢個角色。完 game 再計佢目標嘅分數，另外2張咧就計佢哋卡底要求佢哋生或者死嘅 bonus 分數。如果遊戲中途想轉角色咧，可以喺每輪自己回合開始之前進行薛丁樂嘅揭示。本身將角色卡按手掉翻入倉，喺另外2張咧揀一張做主角色。即係 end game 計分咧會計少一張，但係如果神秘人卡咧就例外啦。咁我玩3人局嘅，場內咧總共會有12個角色，每個角色得分條件都唔同。例如有啲希望要成功返地球，有啲想要帶啲道具證據返地球咁樣。每輪玩家可以決定要唔要表露身份，然後使用 action token 同埋有需要咧可以放自己嘅影響力 cube 落角色上面，最高影響力咧先可以用該角色去進行行動。一般咧就包括咗2個行動同埋一個免費執嘢或者放低嘢嘅行動。啲行動咧好簡單，但係有好多種類嘅，例如係移動、執工具、攻擊、同間房進行互動等等。從呢啲行動堆疊之下咧，又會慢慢推進去揾飛船走佬、啟動 X 計劃、整武器等等各類嘅活動。如果角色上咧已經有 action token，咁就只可以做1個行動。而遊戲攻擊人咧就係好似 Among Us 咁樣啦。首先咧一定要有武器，咁光天白日打其他角色咧，有人知就會俾人起疑。如果俾人送咗啲證據落地球咧，就變埋罪犯。大部分角色咧一變罪犯就贏唔到 game 噶啦，因此要做壞事咧，一係刪 cam 斷電，製造啲假嘅證據，或者喺黑房度襲擊人。遊戲一輪咧等於1分鐘，咁15分鐘之後咧架船就會自爆 end game。又或者遊戲嘅過程咧，有人喺間房度拎咗粒反物質出嚟炸爆架船，開自威模式等等咧，亦會導致提早 end game。咁完 game未開身份咧，就去揭示身份啊，就計翻晒啲目標分，最高分嘅玩家贏。呢一個咧係一個超概括嘅流程啦，一間房都冇解釋過，咁但係希望大家有一個好簡單嘅概念。智障開 game 前咧就話上網睇就話呢隻 game 咧係隻 party game， 聽到嗰陣都滿心歡喜啊，因為難得見 party game 搞咁大壇嘢咧，都好期待。但係之後聽佢講規則咧，講極都未講完，令我超級質疑咧佢所講個分類啊！我從來冇見過 party game 會有一本咁多字咁多界定嘅小冊子要睇啦。佢解釋完最基本嘅玩法，仲有房啊、tokens 等等咧，都未開始解釋嘅。事後咧，我睇翻咧 BGA 評個難度係成3.96分㗎，所以講感想前咧要界定翻，我覺得佢偏向係隻策略 game 嚟嘅。不過佢冇3.96咁複雜，主要咧係佢沙盒嘅 style 令遊戲上手難度增加咗啫。呢一點亦係我覺得遊戲最大嘅缺點嚟嘅，就係佢嘅學習曲線比較高。一開頭聽完個玩法，聽到咁多選擇咧，都唔知做咩好。唔知咩係比較好嘅選擇啦。咁由內發開頭堆規則到房間嘅位置到佢哋嘅功用，都未講要考慮點實踐做咩角色嘅目標。玩一次咧，充其量當了解下啲房嘅基本操作，仲要外面啲角色 token 咧，只係貼紙上符號唔同，都差唔多樣。理解佢哋分佈嘅位置咧，都要啲時間。我第一場玩感覺上咧，只係探索咗遊戲嘅1/5，佢入面啲整證據啊、發動 X 計劃、斷電等等咧，完全冇做過。只係了解咗咧點樣出太空，再入翻其他太空艙開船走啲路線，同埋估下大家個角色。啲角色任務咧有啲都唔係咁好做㗎，我覺得咧稍有不慎，甚至可能會0分完 game。但係我都幾中意呢隻 game 嘅，咁講下幾個我中意嘅原因啦。第一，佢沙盒模式嘅玩法咧，我覺得好特別。雖然我哋自身係有個角色啦，咁但係開頭未表露嗰陣咧，就好似模擬市民咁，有堆人俾我隨便玩，執嘅資源武器咧都係跟個角色而唔係跟我自己。因此咧係唔使話煩惱資源嘅，但係可能咧我執完就益咗俾下家利用，我覺得個玩法上係幾新鮮嘅。咁講得沙盒模式啦，佢個自由度咧令我覺得過程係開心同埋有驚喜嘅，主要係唔知對手密謀緊啲咩。例如我本身以為戴晒頭盔火箭包啦，出得太空走佬實食冇黐牙，點知都俾對手專登入間房射翻我落嚟，要等另一個角色上太空去救佢。咁個畫面咧都好好笑嘅。亦因此啦，遊戲個互動都非常多，因為大家都會互相阻礙大家嘅行動。題外咧就係智障都話好難得睇本說明書，係覺得睇得好開心，因為佢每個角色人物咧都有個背景啦，咁而且設計得係好有心思。
每玩一場就好似睇緊一個新嘅故事咁。因此咧，即使玩第一局未好熟啊，咁但係都想再探索、再玩試下唔同嘅組合。第二點咧就係佢玩法要掩飾自己真正嘅角色之餘咧，又要推進目標去拎分。咁佢未去到血染狼人殺嗰類咧，要不斷對話嘅，咁可以靠台面上嘅行動去做推敲。因為如果估到對手咩角色咧，就可以從中破壞，令到佢完 game 冇分。例如個角色係要返地球嘅，咁就直接打暈佢個角色，等佢走唔到。咁相對一樣啦，就要好好掩飾自己嘅身份。我哋第一場玩嗰陣咧都好好笑嘅，咁因為我隱藏角色咧係站長啦，咁佢得分咧就係架船爆炸嗰陣咧，自己要留低喺架太空船。如果有其他人返到地球咧就會有分，係長官嘅話返到去咧就會加多1分。當時第一個行咧完全冇方向要做咩，咁見站長屬於長官類咧，可以入啲上鎖嘅房間。我覺得費事 AP 太耐啦，咁就直接用佢入咗間黑房去拎牆上面嘅 token。開頭諗住咧上咗鎖好安心，但我冇留意到咧附近房其實有另一個長官，仲要有武器嘅添。智障咧就想用呢位長官去打暈個站長啦，咁但係行動有限嘅關係係冇實踐到㗎。咁我見天時地利人和咧，就親自動手打暈咗自己嘅角色，再出咗房。其實我事後咧對個行為係有啲後悔嘅，因為好似無端端掘斷咗自己後路咁啦。但係第一次玩咧真係唔知做乜，咁後續就繼續做其他嘢啦，積極想幫人返地球。令其友們咧都以為我係另一個角色，咁因為間房鎖咗嘅關係咧，唔係咁容易救，咁大家又冇得用啦，令佢存在感係極低。到開身份嗰陣咧，大家都完全估唔到我就係站長，大家都幾驚喜嘅。我可謂瞓足全場去贏 game。當然因為我哋第一場玩咧咩都唔熟啊，咁所以贏得都比較僥倖。後續咧我哋又討論翻啲做法啦，因為我哋大家都唔敢表露身份，其實表露身份咧唔係完全嘅壞事，咁都係一個卡人行動嘅位。難得我哋玩完咧，仲有後勁會再討論翻我哋啲選擇。咁大家都意猶未盡，覺得新手好多嘢未應用到之下咧，所以我哋就再玩啦。咁再講下啲遊戲情況啦。再玩咧，我堅決要試下啲新方向，即係例如要開 X 計劃拎粒反物質出嚟。我有場咧係做工程師，目標咧就係要粒反物質喺太空船度爆炸。開槍幾輪咧已經拎咗粒反物質出嚟。開頭計劃係好順利㗎，但係問題係其他棋友想將粒嘢掉出太空爆。因此後續幾輪咧就變咗功夫足球咁啦，粒嘢掉嚟掉去，我就見一個打一個啦。畫面係狼狽，但係幾好笑嘅。咁我哋試轉咗加入其他嘅角色啦，例如博士角色咧可以睇到個 X 計劃，但係幾次我哋睇完咧都覺得佢唔夠震撼，作用不大，完全冇興趣發動個 X 計劃。仲有場咧，我哋就引入咗法律機械人，又係好好笑嘅。咁因為本身上船走佬咧，時間到人到就走得㗎啦。佢在場嘅關係咧，個個要走咧，首先就要揾佢簽份合約先有得上船。望住大家追星咁用盡方法追住隻機械人跑咧，都覺得好滑稽。咁呢個遊戲好多唔同嘅走向啦，令到遊戲好有記憶點，好深刻，好似每次睇緊一個新嘅故事咁。咁總結嚟講啦，我覺得隻 game 嘅玩法都幾有趣嘅，玩法又同主題好掛鈎啦。但係奈何佢嘅學習曲線比較高，選擇組合又多，好難第一次玩呢就精通，又或者根本玩唔晒佢所有嘅選項。玩咗幾場落嚟嘅玩法上咧，覺得都唔算好複雜，只係太多選擇要顧及計算啦。咁因此揾合適嘅人玩咧都唔容易啊。雖然我界定佢係策略 game，咁但係當叫人玩嗰陣咧，都會叫佢當 party game 咁輕鬆玩就得，否則真係舉步維艱。佢互動亦非常高啦，變數亦都好多，建議熟咗個地形咧先再討論策略會比較理想。因此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體驗下啦。佢一隻 party game 包裝嘅策略 game 都幾獨特。咁今年都冇玩過啲咩特別深刻嘅遊戲啦，蜀中無大將嘅情況下咧，呢隻 game 我覺得起碼都會係我今年嘅 Top 5入邊㗎啦。第二隻要介紹嘅係 Red Notice Lamilia Ola Prison， 法文唔知係咪咁讀啦。咁佢係一隻二人對戰嘅兵捉賊不對等嘅遊戲，主題咧就好似李安納度嗰套 Catch Me If You Can 咁對假支票。玩法好簡單嘅，一邊玩家扮賊，目標咧就要兌換總共100萬嘅支票，並且唔俾對手捉到。而另一邊嘅玩家咧就係 FBI 要捉個賊3次。每輪版圖咧都會有4張隨機嘅行動卡，每人隨機喺9粒行動 token 入邊抽3粒用，數值包括1至5同埋1粒爆擊。玩家輪流按手放 token 落行動卡嘅隔離，完成之後就進入行動嘅階段，大家開啲 token 睇大小。如果張牌得1粒 token，放 token 嗰人咧就可以由 token 隔離個行動開始做晒張卡2個行動。如果有2粒一齊爭咧，就睇邊個大啲。大數字嗰人咧都係由 token 隔離開始做晒2個行動，而細數字咧就只可以做 token 隔離嗰1個行動。數值一樣咧就一人做一邊。出爆擊 token 嘅話咧就會取消對手所有 token 嘅行動，直接做晒成張卡2個行動。
行動有4款嘅，包括係支票、銀行、移動同埋安檢。支票咧就係抽張支票卡，銀行就係將支票兌現。兌現嗰陣咧要企喺同支票一樣顏色嘅地圖位置，並且需要顯露位置。兌10萬咧會送一個移動，兌20萬咧 FBI 嗰邊即刻有個加強嘅被動技能。移動就按行動卡嘅符號數移動1至2步。而最後安檢啦，咁兩邊都有啲唔同嘅。FBI 嗰邊咧可以設路障開雷達，只要插入去有雷達地方咧，就要話俾 FBI 知喺嗰個區域，一次性嘅用途。而賊嗰邊就相反啦，咁佢就增加安檢點數，從而之後咧花費呢啲數值拆除雷達或者路障。只要 FBI 路過遇到個賊咧，就代表捉到一次，賊咧即刻就掉走佢一個身份，再做佢嘅補償，都係行1-2步咁樣啦。咁每3個大回合咧，呢12張行動卡同9粒 tokens 就會 reset 再抽過，直到有玩家達成頭先所講嘅遊戲目標就會贏。遊戲不平等嘅地方咧，我覺得佢反而偏向係做賊嗰邊㗎。我體驗做賊嗰幾場咧，都覺得個狀態就係我知你知我喺邊，但係完全唔需要你不足為患，因為 FBI 嗰邊咧根本係追唔到，差唔多追到又揈一揈，佢錯過咗個路口咧，又可以繼續遊花園。啲雷達咧形同虛設。如果 FBI 嗰邊前期捉唔到一次，可以話咧係已經進入咗劣勢㗎啦，因為後續咧掉身份加埋都有成5步路，好難阻止到個賊獲勝。雖然支票兌換20萬咧就會送個技能俾 FBI 啦，但係如果前期 FBI 捉唔到起碼一次冇咗優勢咧，送個技能咧係好似侮辱 FBI 咁樣。我玩賊嗰陣咧就係咁樣虐待對家，玩落都幾爽嘅。咁上年玩過同類型嘅 cap 同佢對比嚟講咧，我比較中意呢隻嘅。實物佢應該冇 cap 咁靚㗎啦，但係起碼咧玩落做俾人捉嗰個咧可以一戰唔會無力感咁重先。兩者雖然都係唔對等㗎啦，但係佢冇 cap 咁誇張，佢都有心理戰嘅元素啦，但係唔係嗰張包剪揼決生死咁兒戲。每輪爭行動卡最大效益咧就要考慮對手放啲大數字爆擊 token 喺咩位去避佢啦，或者可以贏人哋咩嘅數字，從而去多對手幾個行動啦。咁俾人捉到路咧都不至於輸 game，容錯率都高啲嘅。咁始終輕策 game 啦都比較仁慈嘅，一般唔越爆擊 token咧，佢保底只要最快放落行動卡隔離咧，就算輸都會有想要嘅行動。而因此咧導致 FBI 嗰邊咧會容易俾賊卡住嗰啲移動嘅能力。咁總結嚟講啦，我覺得呢隻2人對戰兵捉賊遊戲簡單容易上手嘅，有啲運氣嘅中和啦。咁規則主題都係類似蘇格蘭場特警嗰類，不過咧就係佢 FBI 嗰邊係真係比較難贏。咁我喺 BGA 上面體驗咗幾場咧，都有個唔錯嘅體驗嘅。咁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去體驗下。第3隻要介紹嘅係 Collect， 一隻簡單 set collection 嘅卡牌遊戲。台面有2沓牌堆，玩法咧就係每輪喺牌堆度抽1張，如果嗰張唔啱咧，就冚埋抽第2張放落自己牌組。卡牌總共有8款啦，每款都有唔同嘅技能，例如變色龍係8沓，馬騮係同對手換牌。當有玩家集齊連續同一款嘅花色牌4張，或者完成某啲卡牌嘅特殊勝利條件，即係儲齊3對或者集齊7種顏色就贏。咁每人一場拎半個皇冠，最快集齊1個皇冠就贏。我覺得隻 game 啲卡都幾靚嘅，總有啲位閃閃啦。咁佢一款卡有8張，佢每張卡咧都有些微唔同，都幾有心思。但係玩法上咧，我覺得都幾悶嘅，太重複，只係抽1放1啦。咁而啲卡嘅技能所整都會襟寶仔咧，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款。最多有時互相卡下啦，咁整體冇咩變化同埋歡樂感欠奉，所以隻 game 咧就體驗過就算啦。咁第4隻要介紹嘅係 Welcome to the Moon， 一隻 Paper and Pen 類嘅遊戲啦，係 Welcome to 系列嘅 campaign 版，玩法沿用翻 Welcome to 基本嘅玩法。咁輕一講咧就係場內有3沓牌組同3張目標卡，每回合3沓牌組咧都會開總共3個數字同圖案，數字有1至15，圖案有6款。玩家按住某一 set 嘅組合咧畫翻落相應位置或者發動佢圖案嘅技能。填格仔同之前嘅系列規則一樣啦，都係數字要由細至大咁順序。每關都有啲額外獨特嘅規矩啦，咁詳情就跟翻佢說明書。遊戲咧會有3個觸發完 game 情況嘅，包括係當有玩家完成晒3張目標卡，有玩家填滿晒張紙上啲格仔啦，同埋3次都寫唔到落格仔入邊，最後最高分嘅玩家贏。之前都成日講啦，我中意 Welcome to 呢個系列嘅，因為佢令填數字咧都可以有好多變化同埋計算，玩法上簡單得嚟係有趣嘅。呢隻延續咗佢系列嘅作風啦。咁遊戲總共有8個章節，每個章節地圖設計都有啲唔同，冇得一個策略去走天下，計劃上要有所調節。因此咧，雖然基本玩法係就係一樣，但係每關咧都帶到啲新鮮感俾我。有啲關卡咧，我覺得設計得幾好，幾有誠意。
例如第三關咁啦，直橫行都要跟細節大嘅順序，填數字就要更小心啊！一個唔小心咧就會自己卡死自己。第六關咧，玩家就會觸發到傳染病爆發，就要三集阻止條傳播鏈。呢關都幾有互動嘅，同埋佢部分嘅關卡，我覺得佢都幾有特色。而作為 campaign game 咧，我覺得故事就比較薄弱啦，多數咧都只係有個好片面嘅內容，再叫玩家做選擇。從玩家選擇咧導向咗唔同嘅遊戲 set up，但我覺得大部分選擇咧同內容之間好似冇咩關聯，就係求其整啲嘢俾玩家揀咁樣啦。咁因此故事性我覺得係欠奉。總結嚟講啦，我中意佢呢個系列嘅延伸作。咁8章就好似玩緊8次唔同元素嘅 Welcome to，作為過場 game 耐唔耐挑戰翻場呢係個唔錯嘅選擇嚟。連續咁玩呢就有少少悶啦，咁但係整體感覺都良好嘅，因此大家有機會呢都可以體驗下。咁最後亦感謝聽眾嘅提議。佢呢個系列呢其實仲有隻 Las Vegas，但係我記得好多年前呢就覺得佢同基本版差唔多，所以冇咩衝勁去試啦。唔知大家又有冇試過呢？最後都輕輕介紹埋兩隻社交派對類嘅遊戲，就係 Wavelength 心靈共感同埋香港人設計嘅1024分之一。咁前者咧有個輪盤幾得意嘅，玩法都係睇下同隊友嘅默契啦，了解大家多一啲。後者咧主要就係卡牌上提供啲兩難嘅問題俾玩家揀，佢冇絕對答案嘅，因此都唔需要分對錯，只係意在促進大家嘅交流，俾個話題大家傾下，可以快速咁喺人眾中咧篩選一個同自己價值觀最相近嘅人。兩隻作為破冰遊戲，我覺得都幾唔錯。咁有呢啲社交時刻嘅時候咧，不妨都可以體驗下嘅。咁7月篇嘅感想咧，就大致分享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收聽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